继续来关心2024年总统大选，华府智库专家过来医疗指出讲，这中国政府对海友基较无合适，可能会较支持郭文德。针对到这款的讲法，海友基表示，两方爱在平等、尊严、友善的前提之下，再来对话甲交流，避免误会、降低冲突。啊，那热清的 YouTube 频道公布伊做兵时阵的点点滴滴，想要挖进少年人创作话题。有没有加5分这件事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加5分这件事？7月7日，侯友宜到淡江大学参加大团系40周年校庆，一开喙就先讲无参加者加5分的代志。甲大学生面对面抢攻少年的选票，严过美国智库学者甲来伊讲，北京倾向支持本来往过郭文铁，因为对侯友宜无熟悉，引起关心。两岸的交往一定要在平等、尊严、友善的底下，大家采取对话跟交流方式，彼此避免误会，降低冲突。我解读他的话，就是说，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呢，柯文哲是最能够跟中美两边都能够沟通的人。郭文铁强调，沟通真重要，违背无成，令伊知，互相讲清楚一个底线，希望台湾是中美沟通的桥梁，毋是中美对抗一个基地。民进党热清到外体频道2个再更新，回顾伫军中的生活，畅谈伫军中的日子。当签抽出来的时候，现场还没有抽签的人都鼓掌，感谢我，因为我抽到284，部队在金门。社军操作创造网络声量，友军甲少年人的距离。热清特地进前到下海城隍庙去参拜，也讲到会担起守护台湾的责任，守护主权，维护大海和平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